焦虑、心情轻松反映在脸上或心情，心理自然会有所提高。来找到归当一个保持笑脸的人，迄人讲，哦，迄个人若讲一笑，就安怎应啥？一笑应到，就水哦。啊，人迄一个人一个苦袂面的，以前迄苦袂面的了有够济的，因为伊个苦袂，咱大笑是笑袂虽然不了的，但是我马上放松，那个皱纹一定会随着我们放松，它也会放松。但是如果你的苦瓜脸，你的苦瓜脸是有点，咱个人对一个面拢写成苦食，为啥你要做苦袂面啊？哦，因为这就是咱个鼻啊嘛，对无？啊，这是咱个喙嘛，啊，这是咱个目睭嘛。啊，咱个面就拢写成苦，啊，你要做苦袂面，啊，你看看笑，对，所以我们在大笑，开怀大笑。上课年轻2.5岁，像我们今天来上课，因为年轻2.5岁，因为进步的为什么年轻5岁？答案就在下面，来进入昨天我们你念一下。学习新的科目，可让人的心理很有年轻岁月记忆。那怎么样？我背着书包我要上学去了。应该刚刚像或者如果我们这里有班8点上8点，或者是假日有班，或者是深夜3，或者就我觉得背着书包，就像我们以前学生时代，对不对？回顾到学生时代，拍到我们的心会不会连接？会。对啊，我们学习新的事物，新的不同的领域。现在我们深夜3有4点教育。有不同的领域，让我们学的更多，也会连接的更多。而且你去上4点教育的人，你会懂，比那个没有上4点教育。所以如果还没上4点教育的话，可以现在向我们这里申报。每天快步半个小时，连续3次。快步哦，你不要慢步，或者已经跑那个操场步，你慢慢的走，你再走1个小时，不会流汗。应该是第2趟。但是那个学校那里说叫你快步，如果快步3天那个操场的话，你可以消耗热量多少？不简单。像我来讲，行这5天之后就是消耗我们热量。我慢慢咱调，我的规律过程，那靠练习的，所以你要快步的走。但是快步的走，也要看你的年龄哦。如果60、70岁来快步走，可能会受不了。快步才会年轻3岁，这是一项错的健身运动，但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来充足睡眠，年轻3岁，要强硬有规律学为止最好一天能睡7小时。优质的睡眠能让我们的身体自然产生什么更多的成长荷尔蒙，而成长的荷尔蒙是抗老最重要的化学成分。荷尔蒙哦，所以不要说不要睡觉，一定要睡觉。但是唔通伤，因为有句话讲嘛免困伤济，因为后壁咱后摆也困足久啊，困到叫会开。所以嘛免着困伤济，困7点钟就好。来多出哦，多出哦，对，我谁跟你讲？我听到会讲台湾国语，他们绝对不会笑。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地方的方言，真的。或者如果现在是他应该是到了那个拓展中心，或者是有讲这个课程，或者说都出，他们都不会觉得，都没有一个人笑，或者说，他们真的好有慈悲心的都不会笑，或者就说，我讲台湾国语，老师那不是你们地方的方言吗？安心的一下下，中心大陆可以。你讲台湾国语比较会生活，在台湾就不行。我这多出2个人一起多吃蔬跟可以让年轻4岁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排便，所以不要吃什么精致的食物。上面说的话要吃多些，